多谢。咱要来看《龙珠故事》，咱今仔日要用第四个角度来三角分享啦吼。后礼拜日我会搁用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就伫课程内底我就甲揪出来吼。迄个合理的关系啦吼。即课拢总我大概用12课这个经文拢从概论开始，拢总讲12个观点吼。11个观点甲概论安尼做伙讲上落尾我会去介绍一本册，就是文博长老也看过吼，就是这个卢云神父伊所写的龙珠的故事，伊用这个林布兰的一百度吼，就是我放伫遮吼，放伫这个封面这张图吼，我到尾会用这本册伊所写的吼，来甲咱分析吼这个嘛是我对卢云神父的分享中间得到一寡感动吼，我开始家己较深入去了解龙珠的譬如的一个动机啦吼，愈学愈深吼，愈发现耶稣伫即个内底的教示吼，足侪角度，足侪咱中文叫面向啦吼，进前咱也捌讲到用祈祷的角度，也捌用到即个前礼拜讲到公义甲慈悲啦吼，咱要安怎伫即个中间来得到一个好的提醒吼？今仔日要用伫即个流浪的人来甲大家三角思考啦吼。当然伫即个路加福音15章中间，咱所要看到吼即个故事内底，咱真清楚知影，迄个龙主就是咧讲细汉囝。但是事实上吼，伫即个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角度的人，其实拢也有即种流浪的经验啦吼，流浪的经验。每一个角度咱切入去吼，拢有伊的正面的，甲伊的负面的。比如讲，咱讲祈祷，嘛有迄个救助的祈祷，断绝关系祈祷，嘛有祈求赦免的祈祷，嘛有即个赦免甲接纳的祈祷吼。新的生命嘛共款有正向的甲负面的，公义甲慈悲，原来有无共款的角度来切入。所以今仔日咧讲到流浪的人，咱要来讲到即个龙主的故事的时阵，基本上我就已经甲揪出来。伫我的领受的中间，其实龙主毋是干那迄个细汉囝尔的。我今仔要安尼分享是，如果干那是细汉囝，是咱就拢免讲啊，就是他了吼。但是咱要对无共款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因有流浪的即种的经历伫因遮，遮着即个代志吼？所以咱嘛要安尼来去思考，嘛要来放伫咱的身躯顶来思考啦吼。咱逐个人拢有即种的经验，甚至有可能现在咱就咧经历即种流浪的经验吼。共款就是讲，咱要读一个圣经，一定要倒转去伫伊的咱咧讲伊的处境、圣经的背景去了解，伊当初是安怎要讲即个，即马要对咱讲啥物话吼？所以对因的处境来思考咱的处境，正着安尼来思考讲，到底耶稣要甲我讲啥物话？伫现阵时吼，伫现阵时你知影即马迄个苏俄甲乌克兰的战争的中间吼，一开始是足侪人都咧讲伊即个吼，泽连斯基吼，因即个总统吼无伤过软啦吼，无路用啦吼。但是我的看法无共款，因为苏俄甲乌克兰的即个军力差10倍啦。我认为伊有伊的想法，真正去我摇着伊单分散伊所有的正规的军队，单散去。苏俄即马找无乌克兰的军队伫倒位啦，但是伊逐所在拢出现。过来一项我足感动的是讲，伊对英国的讲话，对伫迄个欧洲联盟的讲话，甚至伫即2天伊对美国的讲话，你注意来看，伊所引用的物件拢无共款。伊引用啥？
伊对英国伊讲啥物诶？伊讲着因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诶经历。伊对美国讲啥？讲911甲珍珠港。为什物？伊要来用你诶处境来了解我诶处境，这就是咧读圣经诶啦。圣经耶稣咧讲诶处境，毋是咱即摆处境。伊所咧面对诶犹太人，是2000几年前诶犹太人。犹太人甲台湾人诶处境无共款，甚至台湾人南部人甲咱北部三峡嘛无共款。所以咱要安怎伫迄个处境诶中间来引发咱诶感动？所以乌克兰总统，我是感觉伊足有智慧吼。伊甲啥物人讲话，伊有保罗精神啦。伊用啥物人诶话甲你讲，伊会当，你会当深刻来了解我、体会我吼。啊，这嘛是咱要伫读圣经诶中间爱去学习诶一个方法论也好，也是讲一个态度啦吼。所以对了解圣经2000几年前耶稣咧讲迄个处境，咱才思考倒转来，思考倒转来。当然，这个譬如足精彩吼，所以咱会当用10几个角度去甲伊挖出来安尼吼。我伫互咱的今仔日的资料内底讲到以西结书第3章第3节，先知安尼甲这以色列百姓讲，人子啊，恁着爱食我所赏赐恁即卷册，充满伫你的腹肚底。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圣经毋是干那历史的话尔定，毋是过去的一个乌纸写白字尔定。圣经是今仔日要成做咱的灵性顶悬的帮站，伫咱灵性顶悬的帮站，互咱通去了解上帝要甲咱讲什物款的话。所以伫属灵的生命中间，咱爱成长，是要正着耶稣互咱，也是上帝互咱伫圣经的话内底，互咱来看着咱家己，互咱来思考伊所要甲咱讲的代志伫路加福音的第15章后一个经文也讲到，伫第1节到第3节咧讲到是安怎耶稣会去讲到这个譬如啦，就是有人这群人叫做法利赛人甲经学士，伊甲耶稣质问啦，这个人接待罪人，佮甲因做伙食饭，所以伊对这犹太人来讲，因感觉耶稣做的是毋对的。所以直接就去批判吼。伫这个所在，耶稣为着要回应这个话，伊用3个譬如。第一个譬如是失去羊仔的譬如，第二个譬如是失去钱的譬如，第三个譬如是咱今仔日所要来研讨这个浪子的譬如浪子的譬如这个画家。我电脑的云幕遮有啦吼，画家咧画就是耶稣甲这个罪人做伙食饭的时阵，这犹太人感觉讲，哎呀，这个人足不输贵的，耶稣哪会甲伊做伙吼？因认为这个人是安那，就是拉撒的，就是因为伊犯罪扣税这是你看这个背景就知影吼，这个背景就是西洋人借着圣经的假释。倒转因家己的背景所画出来，耶稣的时代绝对无迄个伊坐的房间啦，绝对无迄个这个柱子的希腊柱子，顶悬有迄个装的花，迄个希腊的柱子嘛无穿甲遮水的啦佮有迄个黑人伫遐咧做小弟的无这就是咱来讲叫做本土化啦，信用本土化、西洋化，所以咱台湾人有当时这后壁是题外话讲咱基督徒是安那红毛仔教，因为安那伤过西化去这是另外一个好，法利赛人就亲像这个道所咧讲的，因是真家己自我骄傲，伊认为伊的祈祷是上帝所欢喜的，但是呢，法利赛人所踢笑耶稣甲这个扣税、甲这个罪人做伙食饭，迄个人伫后壁伫遐咧追星，伫遐忏悔。倒一个祈祷是上帝所爱，所以咱真清楚，就是后壁迄个啦亲像迄个圣经大笔所讲的，上帝所爱是安那忧伤痛悔的心啦毋是献祭好，倒转来，遮重要的3个人物就是老爸、细汉囝甲大汉囝。
这老爸就是一个真富有的，咧形容天爸，伊个性真好，啊，专心疼伊个囝，并且伊个家庭嘛足富有，伊个细汉囝较讨钱的时阵，伊就分2份，而且伊家己佫足有钱，佫会当饲遐个仆人食饱，啊，佫有剩。但是呢，我即摆开始要讲的，就讲即个老爸伫细汉囝离开的时阵，伊的性命嘛改变。咱伫第2个主题讲新性命时，也有讲到老爸性命就受改变，因为伊失去一个囝，伊的心嘛安那开始对咧流浪。为什么？啊，咱后壁会去讲到啦吼。咱即摆小可讲者，就是当伊的细汉囝转来时阵，伊就远远看到伊的囝转来，就走进前甲揽的甲针。为什么伊会知影因囝要转来？迄阵也无手机，也无电报，也无电话啊啦。就是咱会当约，圣经无讲，但是咱会当约。即个老爸自细汉囝出去了后，伊逐工伫门口伫遐咧等待。伊疼伊个囝疼到安尼，所以伊个心嘛对伊囝安那流浪吼。这是下面要讲的一个主题吼。过来浪子，即个细汉囝就是真标准的流浪的人，就是耶稣所讲的中心人物啦吼。啊，耶稣用伊个流浪搁归回的比喻来形容上帝期待流浪久久的你甲我，倒转去伫伊的怀抱的一种慈悲的心。这前礼拜咱所咧讲的吼。过来大汉囝，事实上，我认为伫即个故事中间，真真正正的浪子，对头到尾无改变的浪子，就是大汉囝。哦，咱已经有讲几若摆讲到伊伫老尾所讲的话。伊拄开始的时拢无半个声，小弟咧讨钱的时伊嘛恬恬，老爸互伊钱的时伊嘛恬恬，也当作无收到吼。伊拢无声，一直到伊小弟转来时阵，伊才开始讲伊心底的才会埋怨。哦，咱咧讲规拢放盘去安尼哦，啊，着规拢拼出来。伊而且伊佫拒绝进入伊老爸宴席，啊，真正真做迄个流浪的人啦吼。好，咱对细汉囝先来讲，咱有讲着啊，伫即个故事的中间，浪子细汉囝伊是一个故事的中心点，啊，伊是真真正正流浪的人，咱无通好去质疑的，就是讲伊伫迄个所在，甲伊的老爸讲。阿爸将我应得的业分互我，即个时阵伊就甲伊老爸安那，其实是分离的，对无？啊，我的业就是我甲你无关系啊。如果你是一个囝，伫你老爸的家，你哪会讲我的业？你就是咱讲食老爸困老爸，敢毋是？既然讲阿爸我的业，你分互我，所以伊就开始伊的心理就甲伊的老爸分开啊，就开始伊。对心底开始一个实体的流浪的生活，啊，伊的流浪的生活是啥物诶？对经文来讲，咱知影伊将伊得到的财产变卖这现金了后，伊就离开啊。所以伊离开伊的老爸，这是一个流浪。转来呢，伊得到家己的权利，啥物权利？伊无甲因老爸讨财产的时阵，对伫财产的处理敢有权利？无。是老爸咧处理对无？所以甲伊老爸讲，我的业互我，当伊老爸分互伊的时阵，伊就拥有迄个管理伊的钱银的权利。过来，伊就免甲来顺服啊。啊，毋免顺服，另外一个赞处就是伊爱家己担当责任，所以伊带有责任。但是咱看见即个流浪的人伊安那袂晓管理。照圣经所讲的，伊安那啊，伊去着安尼，钱着真紧着开了。好，过来咧，咱圣经无讲，但是咱会当对阿兄所讲的，你即个囝甲遐娼妓开了你所有的财产，对无？所以咱知影细汉囝出去就是甲娼妓做伙，所以咱用迄个中文叫做遇人不淑啦吼，啊，拄着歹朋友啦，爱讲咱讲酒仔朋友啦吼。啊，你有好康的时阵吼，哦，甲你足巴伫的吼。啊，当你安尼活头要甲求帮衬的时阵呐，走较无看的人。吼，佮另外一个，互咱知影即个可能性的，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安那
伊无钱的时阵，佫拄着饥荒，伊只好安怎去甲人饲猪，含饲猪的粪，伊就袂当食，豆呢伊就袂当食，所以足可怜，无朋友来甲伊做伙来帮衬伊，吼，所以伊失去所有的，伊的生活无助，行到人生的尽头，吼。安怎讲？伊行到人生的尽头，咱拄则讲的，去甲人饲猪，这有可能伊较古早伫厝里从来捌做过代志。过咧，含饲猪咧食的豆呢，伊嘛袂当食，人无爱互伊食，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处理迄个状况，所以伊就安那，咱讲走投无路的时阵会安那。我进前伫马街病院咧安宁病房伫受训练的时阵，就拄着一寡情形，阮伫迄个所在咧咧实习，也是讲真正咧关怀这病人时，你会当发现讲吼，伫迄个癌末的病人的心理就是安那，只要有1%的可能性，伊就安那，就要去掠掉的。吼，当伊无法度的时阵，人家凊彩甲报一个病院，较侪钱落去啊。共款，即个细汉囝嘛是安尼，伊也都无钱啊。佮找无工作啊，含猪咧食的豆呢，嘛无通食的时阵，伊就想着啥？伊唯一咧愿望伫倒位？咱讲不见棺材不流泪啦，吼！伊即阵的老目屎，就是想着伊的老爸啦，吼！所以伊就开始思想啊，思想，吼！过来，咱看伊流浪的离开，即个离开代表啥物货？吼，代表伊对伊的现状不满。对吧？伊住伫伊老爸厝，伊有可能不满。伊不满啥物货？真有可能伊感觉讲我无家己的主权，伊真不满。嘛真有可能讲顶悬佫一个阿兄，阿兄可能嘛咧管伊，伊嘛足袂爽快。哦，嘛有足有可能伊圣经无写，咱只有会当猜想啦，吼。用咱现在的状况去猜想看觅，伊有啥物款的不满？伊一定是不满才会想要改变嘛，对无？伊的改变是啥？甲伊老爸讨权力，对不对？甲伊老爸讨权力嘛，我就是不爱安尼啊，所以你我家己来创啊，安尼就是安尼吼。所以伊无搁再需要降服伫个老爸权柄的下面，搁因大兄的阴影的下骹，吼，阴影的下骹。题外话吼，阴影有2种讲法，一个是阴影咧讲着。较歹、较负向的，阴是咧讲啥？是好的，上帝的佳作。这2个讲法是无共款的啦，吼。所以咱有当时啊听一个师傅去读这个字读了毋对，上帝你的阴的下面是咧讲上帝保守，吼。这阴影的我在你的阴影之下，基本上是负面的，吼。好，所以对伊来讲，离开是伊选择离开是独立的一个机会。上时嘛是伊流浪生活的一个开始。伊离开伊的老爸家、伊的本族甲伊的本地，你知影我要讲啥人吼？讲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嘛是共款哦。离开本族本地老爸家，但是情形是完全无共款的。浪子是安那？伊家己要求的，家己离开的，伊要靠啥物货？靠家己，但是亚伯拉罕毋是呢。上帝爱伊离开本族本地本家，老爸家是要互伊安那无意外来学习安那，我靠上帝。哦，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一个面向啦吼。所以无共款的呼召甲军队吼，咱大家甲掠这做一个对比，咱小可了解一下。所以亚伯拉罕的离开，毋是伊家己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伊的离开是咧学习军队上帝。伫无意外的中间，无阁有瓦靠的时，伊开始脱离来成做上帝的军队者。希伯来书咧讲着讲，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老爸时阵，咧讲安那，讲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安那含要去倒位都毋知影。所以伊是咧伫学习来倚靠上帝。伊离开的家是肉体的分离，但是属灵是安那进入老爸的家、天父的家。
这个甲龙子是完全无共款的。这龙子咱基本上是讲是属灵甲老爸分离，伊肉体独立，肉体的分离吼，丧失爸囝的关系，失去兄弟的关系吼，所以伊对伊的生活来讲，就是完全断绝迄种的关系。所以伊的阿兄才老尾会讲一句话：你看你这个囝，伊无承认伊是伊的小弟，吼。所以咱会通对伫细汉囝伊倒转来时阵，伊会决志讲啥？我著爱对我的老爸讲吼，我得罪天，搁得罪你，我不配搁做你的囝。吼，意思就是对迄个所在已经断绝迄个关系去啊，所以不配搁做伊的囝。吼，但是咱前礼拜讲到伊的老爸的慈爱，又搁一摆来接纳伊。吼，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来离开。这伊就失去迄个原来迄种的关系啦吼。咱后日来去讲到关系部分啦吼。好，圣经甲咱讲，这是一个各好的关系。吼，伊讲咱原底是上帝的对敌，但是借着伊的囝的死，叫咱甲上帝通好各好。既然甲伊各好，我即马伫第一大点、第一小点的 ABCD 的 B 离开迄个所在吼。伊讲我减无搁较借着基督的性命来得到拯救吗？不但安尼，我已经甲上帝和好啊，也无借着我的主耶稣基督用甲掠上帝做欢喜吗？所以离开是一种关系的隔断，吼，是一种关系的隔断。即马进入伫死啊吼，离开代表应该爱家己负起责任啦。就是当细汉囝伊选择做一个流浪的人了后，伊已经有家己的家业啊。伊选择离开老爸管理治理，伊就爱家己负起担当责任的一个生活。但是事实上，伊无才调，吼伊无才调的时阵，伊就会失去伊的能力，吼生活顶悬来讲，有任何的变化，伊拢爱负起责任。所以咱记得。亚伯拉罕甲罗德分家的时阵，亚伯拉罕互伊的侄仔生耕地，罗德选择上水的地。圣经甲咱讲的吼，伊嘛爱上时爱担起责任。结果咧，伊选择迄个罪恶之城。咱看到伊到落尾伫创世纪19章，罗德全家都爱离开索多玛的记载，因爱家己负责任。好，进入 ABCD 的 D， 离开对细汉囝的角度来讲，是对肉体上的离开，对生活上伊嘛离开，对无？伊甲钱讨了了啊，所以伊家己有伊家己的经济，甲伊爱管理的一个生活，特别是伫灵性上，伊诚做流浪的人，因为伊甲譬如做上帝的老爸来离开啊。所以伫灵性上就已经成做一个流浪的人，吼。好，第二小点，第二小点，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结束流浪。结束流浪的生活对倒位开始？就是对伊的生活沉甲上底的时阵，咱来讲约拿书啦，约拿当时。开始无过逃走，但是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咱看上帝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福音，伊咱无爱，上帝叫伊对东北边去尼尼微城，伊当落南搁坐船要往西去到他斯，就是即摆西班牙，所以反其道而行啊，爱甲当时开始悔改。伊去互大鱼吞咧腹肚底，沉伫海的内底。伊讲这是死荫的所在，就甲这个浪子共款，走投无路，甲伊人生上沉底的时阵，伊开始活头倒转来，亲像约拿第二章伊的祈祷共款，伊恳求上帝来救伊，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结束流浪的时阵，咱借着经文17节讲，后来路加福音15章17节啦，伊觉醒讲阮老爸
遐尼济请工，因拢有米通食，佮食甲有剩。毋久我伫遮得要饿死，咱咧讲诶，得要死，甲约拿祈祷共款，伊伫鱼仔巴肚底着死啊吼。毋久我伫遮得要枵死，这是17节，特别18节伊讲，我要起来，倒转去我老爸遐，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佮有得罪你。约拿嘛是安尼祈祷，伊求上帝赦免来透放伊，19节伊讲，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这是伊的决心，迄个话。伊伫迄个所在安尼想着了后，伊就有悔改思想，伊就决志。想着无够，爱阁有决志，决志咧嘛无够，爱安怎？爱有行动。伊的行动就是讲，伊落尾就真真正正倒转去到因兜的时阵，伊阁甲迄句话搬出来，甲因老爸讲一解。所以伊毋是干那用嘴讲的尔定，这甲约拿阁无啥共款。约拿伫迄个鱼仔巴肚底，求上帝饶赦伊对无？伊伫约拿书第3章的时，真正去阁传福音啊！传福音了安那，伊的心作硬啊！上帝啊，你哪会当互我无面子？伊伫遐讲我规日死死就好啊！安尼，这佫甲细汉结佫无啥共款，所以咱会当用一寡故事来做一寡比较对比，嘛会当了解伊的无共款的所在。会当了解讲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互咱的这个譬如要爱咱学习什么货？这个细汉囝是完全的幸福甲谦卑。我不配去做你的囝，你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啊。咱看去讲伫圣经的中间，耶稣伫传福音的中间，有人老师啊，我要对你但是我先倒转来台阮老爸，这叫做啥？这叫做借口啦。为什么？犹太人足注重老爸对老爸的尊敬，老母的尊敬。若阵老爸老母破重病，也是讲死去伊绝对无可能出来落趖啦。伊老爸会死无？会死。当时要死，毋知影。所以等到阮老爸，我甲埋葬了才来。当时不知道。迄个意思就是讲，借一个借口拖时间啦。所以足侪人真安尼会找借口，但是这个细汉囝仔，伊就真正真有决志，阁有行动伊有行动，安尼伊真有行动，无去找理由，真正付出行动，倒转来伫个老爸迄个所在。好，咱进入第2大点，咱讲老爸啦。老爸敢会流浪啦？这个上帝会流浪吗？这老爸譬如是上帝嘛，上帝会不会流浪？会不会？好，来，咱用一个足简单的例，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几十冬伫旷野，40冬。什么人有甲因三甲伫地？上帝啊！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日时上帝用风挑，暗时上帝用火挑。上帝有甲因伫旷野咧流浪无？有啊。上帝为着要保守人，所以甲人做伙行。上帝因为细汉囝离开，伊的心嘛对伊去，烦恼伊，真有可能逐工伫门口咧期待伊的囝倒转来，所以伊的心对咧飞去啊！伊的心对咧细汉囝飞去啊！有人读到遮，就听我安尼讲的时候，就讲安尼无公平啦！因大汉囝伫个身躯边，伊也无咧关心伊。圣经嘛无讲老爸无关心大汉囝，其实有老爸安怎讲？囝，你敢毋知影我会拢你的？伊住伫老爸家呢，伊食老爸物件呢，老爸物件拢伊的呢。迄个祝福敢无够济？但是伊无看到但是伊无看到。老爸真关心两个囝，但是关心的方法无共款，因为两个人的处境无共，敢毋是？一个出去流浪，一个伫家庭内底，所以伊用的方法也无共款。上帝对咱每一个人也拢无共款。
咱每一个人的需要也拢无共款。咱袂当讲啊，你对伊安尼，我嘛要安尼吼。足侪人咧祈祷会安尼哦。啊，上帝啊，伊去互人祈祷好，我嘛要好。吼，上帝恩典教育咱用，但是无拄拄是照咱所求的，啥咱会记这样代志吼。所以这老爸伊的心嘛，对细汉囝出去啊，伊就开始担忧吼，开始担忧。啊，这是咱所知影。好啊，我已经有讲过，咱猜想当细汉囝转来时阵，老爸走进前甲抱，是因为伊逐工伫门口咧等，逐工咧烦恼。伊有所书第4章30节，伊讲毋通互上帝的圣神忧伤。细汉囝有互老爸的神忧伤无？有啦，因为老爸烦恼伊。因为圣神是恁属伫上帝的印记，保证恁伫拯救的日会得到头棒。罗马书第8章26节安尼讲，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圣神嘛有伫甲咱扶持，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的时，毋顾圣神家己用啥？用伊的话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所以，当咱离开上帝的时阵，事实上，上帝真正对咱的流浪，咧烦恼咱，咧关心咱。如果咱将焦点放伫迄老爸，即个咱捌分享过，就是迄个天父，伊也为着咱的离开、咱的犯罪来忧伤。这是伫心灵方面。咱若看到即个老爸对伊个细汉囝转来时阵，伊就冲进前甲伊抱咧，伊表达伊个欢喜，表达伊个忧伤安那，已经有得到结果啊！吼，一定有得到结果啊！所以伊就真欢喜。所以可见，即个老爸对于伊个细汉囝以后，伊个心灵就对咧去离开，对伊个囝去啊。这个流浪安尼形容可能无够好势，不过就是讲，我用安尼主题，互咱来知影吼，就是讲上帝心对咱咧行啦，烦恼咱，所以耶稣才会讲啥？有罪人才需要赦免嘛，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嘛，吼，所以安尼足清楚的，上帝是要赏赐咱需要的人迄个救恩。创世纪37章，我用雅各。对伫伊个囝找无的时阵，应该是讲伊10个囝甲骗的啦吼。但是对讲伊失去伊个囝的时阵，圣经安尼形容，这是我的囝的外袍。约瑟一定互野兽食去，互野兽拆喙啊。雅各就拆离外衫，摇下麻衫，为着伊个囝约瑟哀伤济日，有无？约瑟离开无倒转来。的时阵，伊老爸心安那嘛忧伤啊！这是我用迄个流浪来形容的一个形容词啦吼。所以伊的囝甲查某囝拢甲伊安慰，伊毋肯受安慰，讲我宁可哀伤，落去阴府。落去阴府，伊讲啥？去我的囝遐有对咧去无？伊的心有对咧去啦，有无？哦，足清楚哦吼！那圣经用老爸角色咧看伊个囝的时阵，当细汉囝流浪出去时，老爸心对出去，伊嘛甲设想伊是上歹的一个状况，所以讲伊落去阴府，有无 ？OK， 这真清楚吼。所以做老爸心灵因为囝来失去，来哀伤，吼，来哀伤，啊，成做一个流浪的人，吼。我也用这个撒母耳下传13章37节到39节，代表着伊的囝押撒龙来哀伤。这个较特别咯。咱知影押撒龙对伊的老爸安那忤逆嘛吼，甲龙主共款啊，想要甲老爸抬杠，毋是安尼。但是当大比丧失伊的囝的时阵，伊犹原穿麻衫三恢复，亲像死孤囝安尼。哦，这是足
大的疼啦，吼，足大的疼，完全无纪念伊是甲追杀的人，吼，安尼咱会当看见讲，圣经咧讲迄个老爸的心，吼，老爸的心是遮尔疼囝，吼，无论伊对伊安怎，吼。希伯来书的背景的中间，希伯来人的背景啦，吼是咧，希伯来人的背景，老爸为着失去的囝来悲伤少年，到用要死去，这是常常会出现伫圣经内底的表现。因为囝就是上帝予伊的祝福，就是上帝予伊的财宝啦，吼，亲像咱看见伫即个15章的头前，失去100只羊，失去一只羊，即个伊的心嘛，甲迄只失羊做伙流浪去，有无？去抄找伊，迄个失钱呢？失去钱的有钱人，伊甲伊阁有的钱放伫一边，嘛是共款去找迄个失去迄个钱，有无？共款，这嘛是咧形容迄种老爸的心啦，吼。后来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即个老爸心呢，对着伊的大汉囝的受气，嘛走啊！咱讲着浪子的时阵，咱讲着即个大汉囝，咱为着伊讲，感觉足无公平。事实上老爸实在是换足疼伊啦，咱就是讲即个老爸想无公平，袂晓教育囝，但是其实嘛毋是安尼啦，但是咱来看去讲，伫即个浪子的焦点，除了伫细汉囝以外，咱嘛爱放焦点伫迄个大汉囝。大汉囝、细汉囝的财产的分配顶悬，其实是平均的。咱若倒转去头前，咧讲的时阵，咱若无甲即个放伫遐的时阵，咱就会真容易曲解即个耶稣的譬喻伫个所在。所以咱要过来认真思考一项代志啊，就是讲，要伫财产要乌白开离开厝的，是大汉囝的时阵。老爸敢会烦恼，共款的烦恼啊。所以毋是细汉囝，也是大汉囝的问题，是因为伊的囝拍落去啊。我伫介论的时阵有咧甲咱讲，伫中华迄个南大卫医生甲南大毕医生，因即两个即对爸仔囝，因伫迄个中华迄市街咧报佳音的时阵拢敲落，安怎讲？上帝碰见囝爱咧讲啥？讲即个台湾人毋捌福音的。咧吸引来，就是咧讲这个啦。上帝来就是要找迄个拍无去迄个囝，所以咱知影上帝是偏心，但是大汉囝、细汉囝的譬如有伊的目的，要互咱来看。但是对我来讲，大汉囝更加是咱需要去警醒的。其实耶稣的目的嘛咧讲大汉囝，为什么？就是第15章第1节到第30所咧讲的，好。大汉囝的性命看起来改变上少，因为小弟讨财产伊也无讨啊，小弟离开伊也无离开啊，伊佫共款逐工去替伊的老爸做工课，即嘛是第3大点啦，伊逐工共款去做工课逐工拢甲伊老爸做伙照讲大汉囝应该爱上了解老爸对无？但是无影呢，嘛无呢，10条界教示中间讲孝敬父母当然，这个孝敬是用这个汉文化去翻译的希伯来人无孝敬这2字啦孝敬对民间宗教来讲叫做死了爱拜，迄叫做孝敬友孝对汉文化来讲，甲老爸跪落来叫做友孝但是对犹太人希伯来文化来讲，互你的老爸母的名声得到荣耀，迄叫做友孝。所以伫原文希伯来文甲英语的翻译叫做 honor your parent， 互你的父母安怎得到荣耀，这叫友孝，就是咱翻译做孝敬父母的这个经文啦好，但是事实上，这个大汉囝并无互伊的老爸有面子。咱对倒位看？对上老尾伊转来时阵伊的老爸出来甲伊讲话，这个所在。但本来大囝是要来代表受呼召的，因为伊老爸讲我爱就是你的，就是伊受呼召，所以佮加得到一个祝福，大囝的祝福。伊为预备要来承受上大的福分，但是伊无。
哥罗西书第3章20节，伊讲恁做儿女的，逐项代志都爱顺服父母，这是主所欢喜的。大汉囝有安尼做无？咱看落尾无啦。伊老爸邀请伊入来，你的小弟是失去，搁找着啊死搁活，入来甲阮做伙欢喜，伊无吼。阮老尾也讲着宴车的代志吼，咱则来看即个故事中间讲着食饭，甲主做伙食饭吼，咱则搁来讲啦吼。所以毋是干那爱听爸母的话尔，伫规约中间迄个孝敬，我拄则讲就是互爸母的名声得到荣耀吼。咱会当去看着特别是出来记20章12节，申命记第5章16节吼，咱拄则咧看即个经文，遮拢有啦吼，咱会当看。第3大点的第1个小点吼，即个观点来讲，大汉囝真正只有做前半段尔。后半段就特讲啊，伊有甲老爸带做伙，当伊的小弟流浪的时阵，伊无出去；当伊的小弟失败时，伊有缘搁伫遐做工课。但是当伊小弟倒转来了后，伊无法度入去甲伊的老爸做伙欢喜，做伙庆祝。吼，伊的老爸邀请伊搁入来呢，但是伊无吼，伊就开始伫遐咧拼。哦，你得安怎？你拄啊无公平啦！你安怎吼？搁讲伊家己的功劳偌大啦吼。像拄则我互咱看迄个两个人祈祷迄个吼，迄个法利赛人伫遐讲啊，我拢有禁食啦，我拢有迄个11奉献啦吼，我有守安息日啦吼，啥物我拢有做到啊吼，我无亲像迄个吼，即个大汉囝就亲像迄个型的祈祷安尼啦吼。所以不满的情绪就开始安尼拼出来，其实自开始伊就不满啦。是安怎细汉囝讨都有，但是伊袂记即因老爸嘛分互伊啊。我拄则有讲着吼，所以伊伫遮开始来宣泄伊的情绪啦吼。所以大汉囝留伫厝呢，逐工甲老爸生活，逐工去田里替老爸做代志，但是伊无互伊的老爸得到荣耀。你也看伊的老爸对外口甲伊讲话入去的时阵，大汉囝无对入去，因兜的神就会安怎讲？阮的大公主无入来，老爸有面子无？你若讲要讲面子啦吼，虽然面子无值钱啦吼，但是讲无安呢伊的老爸，无互伊的老爸得到荣耀啦吼。所以特别对伊小弟转来时阵，伊搁对伊老爸讲啥物诶？你看你即个囝，伊无去承认迄个兄弟的关系，对伊老爸来讲，这嘛是一种关系断绝，吼。所以会通看伊讲，伊嘛是一个亲像细汉囝头起先共款看重家己的人，两个其实拢共款，两个咧犯的罪拢共款，但是细汉囝伊有回头吼。路加福音18章11节讲，法利赛人啊，徛定定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其他人恐吓这个处财不义、淫乱，嘛无亲像这个冒税吼。耶稣对安尼人其实是足严厉的吼。耶稣安怎讲？耶稣对遐个家己看做义人，佮看见别人的吼，伊就讲这个譬如，迄意思就是讲耶稣无介意因啦吼。你讲到这个部分，好，第3大点的第3个小点。我认为伫故事的中间，这个大汉囝有2摆的流浪，2摆啊吼。第1摆就是当伊的小弟伊的老爸分财产的时阵，吼，我相信伊亲像伊的老爸共款，伫边的人共款，伊心内惊一个，我哪会当安尼吼？老爸分财产，互细汉囝，嘛互大汉囝。对伊来讲，这大汉囝伊嘛感觉心内不平衡呢吼。老爸都还未死啊，都咧分财产啊吼。我会叫了咧吼。所以对伊来讲，伊有足济迄种的问号伫伊的心肝底。虽然照伫礼仪中间的规定，伊悠然乖乖搁伫厝呢，甲伊老爸生活，甲替伊老爸做工课，但是。大汉囝应该分2份啊！伊甲伊小弟真有可能分共款，圣经无甲咱讲啦吼。但是若照咱所看吼，
老爸就是分2份，爱家己留1份，留1份将来要互啥物人？老爸伫倒尾讲诶，囝，我会拢你诶啦，但是伊毋知影，所以心内有足侪诶迄个疑问吼。伊心内有足侪疑问，因为伊是大汉囝啊，伊也无甲老爸讨啊，是安怎细汉囝会当先讨？咱用迄个人性诶角度来思考啦，就算老爸照着犹太诶习惯来分配互伊，伊嘛感觉做无公平诶，是安怎？小弟讨着有啊啦，安尼所以伫耶稣咧浪子诶譬喻诶中间，咱看见大汉囝其实伫一开始伊诶心内就足无平衡啊。伫落尾咱就看见啊，伊基本上伊本来就是一个心灵流浪诶人，因为伊所做诶代志，伊拢咧期待啥物诶？期待伊诶老爸甲伊学了，你足乖啦，佫伊期待伊老爸，互伊好康诶。好食，会当甲伊诶朋友来做伙欢喜。我毋相信讲伊伫厝呢大伊诶老爸拢无食好康诶啦。伊只是感觉讲，迄理所当然尔。所以伊诶心灵足空虚诶，足无满足诶，充满比较甲怨叹。我想有诶人咱咧讲诶个性、品性就安尼讲，咱咧讲 personality 伊诶个性就是安尼。啥物货拢有通比较啦，啥物货拢有通竞争啦，原来有即种诶人大概大汉囝基本上就是亲像安尼。伊诶心灵早就无甲老爸同心。我用耶稣诶门徒犹太共款来譬如，耶稣诶门徒12个甲伊做伙食最后诶晚餐。咱若用迄种俗语话讲，叫做同床异梦，做伙伫遐食最后晚餐。耶稣讲：恁其中有人要卖我，就是咧讲犹太。犹太伊诶心早就安那出去啊，要卖耶稣，为着要趁着30两银，所以伊心灵早就离开，要出卖耶稣啊，第3大点诶第4小点，伊诶第2摆流浪是上用严重诶啦。当伊诶小弟转来时阵，伊对外口做事转来，伊听到伊诶厝内有欢喜诶声音，伊就问，伊问啥物啦？伊无去问老爸伊去问因兜诶新郎，知影因兜办宴席是因为伊小弟转来，所以伊诶心就安那冷一半，伊就伫遐踌躇，伊伫遐张，伊无爱入去。所以即届伊就真真正正诶流浪啊！伊就决定，伊就无爱入去安尼伊诶心灵流浪嘛造成肉体顶悬诶流浪，伊嘛拒绝老爸，这甲伊诶小弟弟头前共款啊，对无？伊诶心灵先流浪嘛，甲伊老爸讲啦，我会互我，过来离开，就是肉体流浪嘛。大汉囝咧，伊本来心灵都爱足啊比较足无喜乐诶，足无平安诶。伫即个时阵，伊安那，伊决定无要入去做伙坐宴席，伊就肉体甲伊老爸安那分离啊，伊诶肉体就甲伊老爸分离啊。所以，即个是伊真真正正诶问题啦，好，思考诶问题，咱有想过咱诶人生倒位是咱诶人生诶旷野无？咱捌流浪过无？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流浪过啦，咱每一个人拢有，但是迄个严重诶程度有大无有深无啦我前几届有甲咱诶兄弟姊妹分享我10岁就无住伫阮兜啊啦，我著阮妈妈送出去啊对我来讲，我诶人生真早就经历着即个流浪伫迄个伫迄段真长诶时间，家己伫灵性顶悬嘛真正空虚真长诶时间一直到落尾高中毕业，去个北部去拄着我诶客爸即个陈俊德牧师，伊甲我辅导，了后我才慢慢伫心灵顶悬，佮倒转来伫信仰诶内底这是每一个人拢经历诶即个流浪啦对阮来讲，阮去阮咧牧会逐所在咧去，嘛拢咧流浪诶
啊，流浪拢有上帝稳定伫诶啦，有迄个适应期，亲像阮后生，我迄阵啊拄去嘉义南门诶时阵，阮大汉囝莫名其妙头壳疼，阮大汉囝是，阮诶囡仔是算讲足敖忍疼诶。但是阮大汉囝头壳疼起来吼，晕咧涂骹，哭甲安尼吼，拢查无原因，脑波嘛照过，嘛食迄个迄叫做啥？抗癫痫的药啊，迄副作用足济吼，嘛食一段时间，嘛去住院过，拢找无原因啦吼。基本上，对尾后去找中医，中医的讲法就是讲，伊有可能是适应不良啦。对伊来讲嘛是一个流浪的经验嘛吼，所以人生其实拢有，但是伫人生的中间会去拄着一寡歹度过的所在，但是咱要安怎对细汉囝的人的即个故事的中间，互咱去学习着讲，当咱拄着艰难的时阵，要安怎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我想这是咱要学的功课啦吼，工作啦吼，嘿啊。当然，咱也会当分享，会当去思考吼。咱家己诶人生诶中间，咱有拄着甚物款诶境况，甚物款诶代志做成是咱人生诶旷野。人生诶旷野，咱来看出来级诶以色列人，因安那无水通啉，无物件通食，无肉通食，毋知影要去倒位。如果咱诶人生捌拄着迄种，我毋知要安怎诶时阵，迄就是咱诶旷野。也是讲，我拄着即个困难，我都渡袂过，心肝真艰苦，迄个时阵嘛是吼。所以要安怎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我想这是上帝互咱看见诶一个恩典啦吼。再来第二个吼，对于咱来讲，甚物款诶情形会造成咱诶流浪？比如讲，我拄则讲着阮诶搬山位啦吼，我搬山位有艰苦诶所在，有需要适应诶所在，嘛有足侪稳定啦吼。对我来讲吼，我逐所在拢有迄个好朋友，甚至拢甲我当做家己厝里诶人。遐会友吼，过去诶鹿港也好啦，还是讲即个伫嘉义南门也好，伫嘉义也好，甚至金城教会最近咧电来讲转来遮吼，甲阮分享者吼，我伫遐做传道书吼。虽然只有2档的时间吼，但是你会当发现讲，有艰苦的所在，但是嘛有真济上帝互咱的甜蜜的所在。你要掠着啥货，还是你要亲像迄大汉囝迄种的心态，敢若是去甲毋伫遐埋怨，还是你要看见上帝的恩典吼？生活顶悬就学工作，文福长老嘛流浪来到三剑啊，伊是西丽的人嘛吼，来读册来工作，这就是嘛吼，这就是咱每一届搬线拢搁一届经历迄，伫咱的搬线咧适应的这中间，咱要安怎去超找掠着上帝的恩典吼，嘛是安尼嘛吼，牧师特别要讲的是讲伫灵性顶悬啦，伫灵性顶悬，有真侪时阵，咱的灵性会离开上帝，特别是咱甲迄个大汉囝共款有脾气的时阵，咱的属灵就甲上帝离开。你要看大汉囝有无？当伊受气的时阵，伊会想要去亲近伊老爸无？无，完全拒绝啦。所以这是咱爱去受警醒的所在。第三，你讲咱是毋是真容易受到影响，开始灵性的流浪，甲上帝隔离？这是第2条延伸落来的一个问题啦吼。过来，伫故事的中间，咱较先大汉囝、细汉囝，譬如中间的老爸角色，咱是毋是捌为着什么代志担忧过？咱为什么担忧？咱为什么担忧？咱要安怎做？亲像伫旧年底、今年初，阮2个后生拢确诊武汉肺炎真侪兄弟姊妹关心牧师你会烦恼无？当然会烦恼啊！
我会当体会耶稣咧讲这个老爸的心。其实我的心嘛，定定甲我的囡仔做伙，所以定定咧透过视讯甲因讲话，也是阮囝即马搁咧讲话，吼这个信息知影因的状况，因逐礼拜都拢会甲阮视讯一下，因为咱的时间无共款嘛吼，所以因会找一个时间，有当啊敲我，有当啊敲因妈妈安尼吼，会烦恼无？会烦恼啦。但是咱要学习的是安怎，甲迄交互上帝。我定讲诶，咱烦恼就好，莫忧愁啦，莫忧愁啦吼。所以这是咱学习的一个工作吼，甲这个咱所烦恼的代志，咱会担当孝主啦吼。好，咱有要分享无？遮个问题，今仔问题较少5个，咱有想要分享啥物话无？还是有啥物问题要问的无？我昨甲几个牧师做伙开会啊吼，互彼此分享的中间，我倒咧讲，我有最近咧带迄个路加的15章浪子的查经啊，因来咧问讲我安怎带，我讲吼，我大概用10几课安尼吼，伊讲哈，哪有可能即个会当用10几课啦吼？我讲其实有足侪诶无共款诶面向，愈学诶时阵，家己愈感觉会当得到足侪诶帮助吼，会当无共款诶思考。我前礼拜嘛咧讲，其实一段诶经文，阮一直咧受训练，就是用无共款诶角度咧看即个经文，然后共款诶经文，我嘛会当用足侪无共款诶主题来讲到切入吼。亲像我后日要讲诶，就是用即段诶经文来讲合宜诶关系。这个另外一个面向咧看即个代志安尼啦吼，啊，我感觉耶稣是一个足有智慧的上帝吼，互咱伫一个短短的故事内底，会当得到足侪不共款的启示安尼吼，好，嘿，讲咱真济咱父母对咱家庭是会疼，咱是讲咱咧回应父母会疼的时阵会感觉。我听是看因为阮兜有4个囡仔，总是阮所以男生我较袂去比较讲父母对囡仔的疼是啥物，就是兜有一个真奇怪的例，就是阮即个年代会比较讲，我的父母对于阮两个听是无共款而且是很极致的无共款。伊拢会讲，阮老爸老母拢听我，拢无听伊。这是真奇怪的代志。伊知影就感觉真奇怪，讲而且我去从头到尾拢会一直怪讲，我的老爸、我的老母拢无听伊，拢听我。伊感觉嘛真奇怪的，我嘛感觉真奇怪，因为我头一摆听我的大姊安尼甲我抱怨的时候，我嘛感觉真奇怪。在我想，老爸老母对囡仔的疼，绝对是无可能的无共款，可能伊的感受都无共款。伊就认为讲，老母拢会疼细囝，老爸嘛会疼细囝，我就是细囝。这个做会使讲较歹听，就有点像恩怨，你知道吗？你讲阮老母已经过身了啊，我才当我去，才甲这代志拢讲个清楚啊。你中间我一定知影讲，这么久的时间，我只有60几岁啊，我去甲讲的啊。你当累积这么久，你才爆发出来讲。来对也这么存了这么久的时间，他是有这么多的不满跟委屈啊，对哈。是为了一直在，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所以我一直给我一个真大的警惕，说我绝对袂对我的囡仔这种差别待遇。袂使话伊感觉讲，老母就是听像无听像。这个我感觉真，因为我是有一个真正严重，真正真正歹甲我做这件代志。我看一个，你知无？我是讲，
那我可能也感觉讲迄老母是后面，这个是对伊较是大的差别待遇嘛。不过伊讲的口味就是安尼。我记伊已经从对细汉甲伊达到累积在伊身上，他那一天就全部都爆发出来给你。啊，我嘛错一个。啊，刚我就一直在想，讲，一直从我对我的成长过程，一直想，这个是有影。这个是有影。因为人就是会比较，像这大儿子就是去比较，对。哦，甚至是我后来慢慢一件去想吼，举凡讲你互父母的红包，啊，父母去甲其他囡仔讲，某女人互我偌济红包的时阵，伊对伊来讲，伊嘛是一种刺激，吼，啊是讲我读书读较济，伊读书读较少，对伊来讲嘛是一个委屈。哦，所以我觉得，原来是这些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会互人带来真侪的伤痛，还是讲真侪，要讲安怎讲，真的是伤害。后来我才知道说，我的外记是受这里侪委屈哈，伊会讲吼，细汉吼，我是我爱你咧。我也无甲你爱哦，你毋知安怎，你就袂多啊。拢是我意思拢伊教我才会通拢安尼啦，吼。啊，伊就牺牲少我都，我会当去读册。吼，意思是讲，伊的意思就是讲讲，我若无去，我若甲大兄若无去做事趁钱，你若钱通我读册，还是讲安怎，还是安怎安尼啦，吼。还是讲伊在做事时，我一定得要读册啊，领导，意思是安尼讲。我刚刚说，原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说小孩子的差异，还是说他的那个顺序啊，练顺序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就无同款，你要想到的爱的听是无同款的。对啊，感觉讲跟我说的跟我年代刚理解，原来大儿子的委屈，小儿子的委屈，这是不一样的委屈。那站在父母的角度，是要让你走。啊，站在父母老父的关心我，为当接受，我要让去化解，要让去承受。我刚讲，我就慢慢让感受到，这个爸爸的心，他是爱小孩的。不管你是离开家也好，还是你在家也好，就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上帝就是这样子在透过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说，我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是大女儿还是小女儿？这样子。因为这段时间呢，我的心情的转折很复杂。我感觉讲，我老母在死去的时候，我一直叫，好不容易把我叫醒了，可是他还是走了。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难过，很难过。我昨天才好笑，我们那个弟弟啊，有个小朋友啊，他就今天莫名其妙就一直哭，他说他要找妈妈，他要找妈妈。我就看他哭，我就跟他哭，他就突然想到他想要找妈妈，我就在旁边莫名其妙，因为那小孩子说要找妈妈，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在想说，我是不是也要找妈妈？我就觉得那虽然经过半年，可是那个伤痛一直在无形当中一直在伴随着我。那我不晓得要怎么去走出那个伤痛。虽然理智上我都很清楚说，人老了，92岁了就是会离开你，可是你在感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先说为什么他一定要走？他一定，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什么这里有？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他虽然就是觉得说他人老了，就是一定会离开我们，可是我在感情上我就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说，为什么他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可以医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可以？医生为什么没有办法救他？上帝为什么没有办法救他？这一点我也让我觉得，到现在都还一直都觉得很气，
很没有办法接受。我甚至从过年到现在，年初跟初几回去一趟，用到现在都不敢回去。我都看到他的房间，看到他在车衣服的那个缝纫机，都快受不了。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情感啦吼，嘿，咱当然嘛，望讲咱所听的人永远莫离开啦吼。这嘛是过来，我要后壁佫一个课叫做放手。伫即个内底有放手的功课，咱来学习的啦吼。这嘛是我讲这个，譬如会教导真正互我得到帮助的一个所在啦吼。当然咱真望会通咱的老母也好，咱所听的人永远留咧吼。但是事实上，历史以来无有人安尼啦。那么咱嘛拢明白这样代志。伫感情上就是较会放袂开啦吼。嘛，这嘛只有求上帝诚做主因长老的安慰啦吼。这真困难，我知啦吼。2年前阮转来的时阵，陪场拄啊2礼拜拢伫病院陪伊，陪伊急救嘛带伊带一站时间去检查吼。了阮离开转去了无偌久，阮丈夫就过身啦。对牧师娘来讲嘛是足大的一个离别啦。旧年转来了，换因爸爸过身吼。你讲着对囡仔会无共款，会对待，我想这足自然啦。我会甲进前咧，甲文牧长咧，甲遮兄弟咧分享讲，我的大兄甲我差13岁啦，我嘛慢仔囝啦吼。我的大兄甲我差13岁，我大兄的时阵，出世的时阵拄战后无偌久阮爸爸伊3岁就过身啊。阮爸爸足爱伊，家己的骨灰吼藏伫厝里，因为迄阵厝里嘛无钱。足爱伊，所以嘛无爱去共借钱甲埋葬。到有一天，我会记得是我的第2节节甲第3节节，伫厝里看到一个即种红仔的物件，去甲掀开，问阮爸爸讲迄是啥？阮爸爸听阮这个咧分享讲，阮爸爸面色真歹啦吼。了后，阮兜起厝佮经过几若冬，拢无人知影阮爸爸迄个甲阮大兄的骨灰红仔囥喺倒。甲阮爸爸过身的时阵，我的第3节节敲电话我，伊讲爸爸真注意迄个代志，因真望若会当找着吼，爸爸甲伊要做伙埋葬安尼啦吼。我着想着讲，细汉的时阵，甲阮爸爸咧做工课的时阵，我若行到某一个角落吼，阮爸爸的神情着足紧张的，我着去找，真正晓着啦吼。我要讲这个，就是讲，对我的角度来讲，我感觉我真欢喜，知影爸爸遮尔疼我的阿兄。我嘛真欢喜，当阮爸爸要埋葬的时阵，我会当摸我的大兄的骨灰，互因囥做伙。当然，对实际来讲，迄无意义啦，因为就是骨灰嘛吼。但是对我来讲，我会当好哪参想完成爸爸的心愿安尼。我嘛真望讲每一个诚做老爸囝，阮兜有7个啦。阮大兄了后，搁一个姐姐，我的大姐后礼拜要来遮看我吼。搁来哥哥，搁来着3个姐姐，才我安尼吼。当然，即个中间你就会发现讲，老爸母对阮每一个人的态度拢无共款。像阮兜头前3个，就是读册啦、练琴，安尼就好啊。阮后壁3个，就是读册转来就爱做工。
爱斗床店的代志，阮迄阵做无用啊，斗床店的代志。但是我感觉讲，我活得很快乐啦，我活得很快乐。其实对阮来讲，阮后壁三个其实受的教育都比较没有那么高。等到阮哥哥、阮姐姐因真早就拢学琴，我两个姐姐拢音乐系啊。你会想大我10岁大我10岁，大我8岁，迄个时代就主修音乐系。阮爸爸毋是好野人，伊是画家无钱人诶，但是伊就是安尼，互阮去学。真正是足疼阮哥哥、阮姐姐安尼。我感觉对我来讲，我讲拢感觉很好。阮后壁三个到尾啊，就是拢家己想要去读啥，就家己爱去追求啊。我今仔日会当搁继续读册，我感觉嘛是足受祝福的。但是拢爱家己拍拼就对啦。如果要甲这个用来做一个比较，我感觉，我觉得自己的问题会是最大的啦。因为坦白讲，老爸对大汉囝的时代中，拄战后，迄个时阵的经济，甲老尾阮的时代的经济有共款无？一定无共款的。阮大兄因出世的时阵，阮兜是迄个平厝啊，2间的。我小学的时阵，我会离开厝，是因为阮兜敲掉要登去大楼，去3楼安尼。阮妈妈讲我无才调甲你顾，所以甲我送去阮阿舅因兜。当然，我有一段时间真家己行袂出来，感觉讲是安怎我受着即种对待。细汉囡仔感觉讲，就算再烂，甲爸母做伙是最幸福的了。咱定讲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嘛，对。但是对我妈妈角度来讲，伊感觉伊无才调甲我顾好，所以甲我送去阮阿舅因兜。阮阿舅是老师，伊感觉阮阿舅会当好甲我管教，这是伊的想法啦。当然老尾我会当用伊的角度来看我的人生啦。所以我就足坦然啦。就是讲，咱真正真济时阵要亲像大汉囝去坚持伊的角度的时阵，迄就会出问题啦。其实即种的情形，毋是干那伫故事中间，伫朱云长老孩子，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问题。咱讲老二情节有无？有个家庭有老二情节，迄嘛是因为即种的，伊感觉讲老爸咧特别疼大，无就疼细，伫中咧拢无人要爱，有即种的物件走出来啦。我嘛甲文牧长咧分享，就讲，我要甲我的3个囡仔讲，你毋通就是讲我今仔日互你即个物件，甲互你即个物件，甲互你即个物件，表示我无甲恁的疼无共款。我是看你需要啥，我互你啥。你著明明无需要这，我互你硬互你这，无意义嘛所以，亲像阮双生啊，生落来了后。阮若逐摆咧买物件，因生日时要买礼物互伊，阮着即个买这，即个买这，两个。因拄开始是问呢，是安怎我甲伊不共款？我着讲我若两个拢买这恁摕这怎相共？两个拢共款。恁两个会当搁安怎？算了会当交换，毋是加足好吗？到尾伊会当了解阮咧讲的物件。当然，这嘛是需要伫甲因的沟通中间教育中间去甲因讲的就是讲嘛，伫教育中间，我望我的囡仔知，就是讲我对因的疼是共款的，但是无用物质来代表。我照恁所需要的，我来表达我对恁的疼。你像阮第2个。伫经济上，我上轻松，因为伊摕迄个全额奖学金，所以我就无啥需要去烦恼伊的。但是大汉的伊读医学院，学费足贵啊，佫无奖学金的啦。因为美国医学院基本上是无奖学金的，就是拢自费。细汉的读私立的，伊学费嘛足贵的，
吼，啊有淡薄的奖学金，伊家己去拍工，啊无够，啊嘛是爱甲补，啊补的金额有共款无？无共款，啊安尼代表我对因听无共款吗？无啊，是照因的需要，我会当提供的啊来甲因帮忙，安尼尔尔。吼，啊所以其实你来看讲，上帝咧对人嘛是共款，伊袂感觉讲一个做王的人，伊阁互你落面包食，无需要啊。伊互以色列人食啥？食玛纳。玛纳伫希伯来文叫做啥？因毋知影啥物物件，但是上帝赐因40担，互因袂枵死。但是你若讲互大鼻王食玛纳，伊会讲啊，哼，也毋是，看袂起迄个物件对无？大鼻王是国势足好诶啊，迄上帝袂互伊这嘛，上帝要互伊国泰平安。你有看无？圣经所讲诶，所以上帝照无共款诶人诶需要，伊来提供。所以耶稣才会讲真清楚，才会有病人才需要医生。你无病人，你伫医生要创啊？干那去摕药啊，了健保费，资源安尼尔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其实耶稣讲诶真清楚啦，吼，讲诶真清楚，就是讲伫这中间，咱嘛是爱学习啦，吼啊，像主任长老讲真好，就是讲伊会当去体会伊诶大姐，会当去了解伊，啊，伊心中会埋怨，咱对咱诶角度会当去了解伊。啊，嘛毋茫讲伊诶这心会搁较开阔呢，吼，这大汉囝就是轻分、埋怨啊，袂晓看到恩典。后壁我搁一个会讲到感恩，吼，伊袂晓看到恩典，袂晓感谢，所以伊诶问题足大诶是伫这个所在。伊无去看到讲，伊是困老爸食老爸啊，对无？伊搁咧烦恼啊，所以老爸讲：你放心啊，我诶就是你诶啊。伊诶价值观无共款，吼，伊诶价值观无共款。真多谢主任长老诶分享啊，望上帝甲你参加美地啊吼。搁有无？无咱用后壁诶祈祷，咱做来祈祷啦吼。慈悲疼痛阮诶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得到你诶恩典。阮伫生活中时常会得罪你，阮时常将阮家己诶义来判断代志，互阮用家己诶义来看别人，来要求别人。主啊，阮诶心灵时常怕远，诚做心灵流浪诶人。求主你赦免阮诶罪，阮诶软弱甲过失。怜悯阮，互阮虽然得罪你，犹原通得到你的保守。主啊，阮恳求你，借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互阮明白照你的教示来行，互阮伫地里也通去行。主啊，阮恳求你改变阮的心灵，互阮愿意顺从你的教示，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用你的公义来判断。无求私利，互阮通照你的义来好款待人，无用家己的喜爱来看人。主啊，求你帮助阮自信来看你，顺趁你的义，趁你的教示，阮伫日常生活中用你的公义帮助阮，启示阮，互阮明白。互阮照你所教示阮的教示来过生活，互阮成做你所疼的学生。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后礼拜要甲咱暂停一摆，我会去花莲，我提早过去吼，所以后礼拜暂停一摆安尼吼。啊，咱4月份才过来分享。好，多谢。